等我嚟介紹一下 ProStyle 負離子護髮風筒。短按開關鍵可調節3段風速，佢有3段 NTC 恒溫嘅系統，3色 LED 燈，熱風、暖風，藍色係冷風。連續撳2下嘅溫度掣，我哋就會得到冷暖循環風，有5秒嘅熱風同埋7秒嘅冷風。磁吸嘅風嘴套件，咔嗒一聲安裝穩固。我哋有2款集風嘴可以選擇，呢款係順滑嘅集風嘴，佢可以順滑氣流，精準吹乾，順滑你嘅毛躁，打造順滑嘅直髮。呢個窄口啲嘅就係造型集風嘴，佢可以集中你嘅風力，幫助你可以吹到外彎啦、內彎同埋唔同嘅 setting 造型。呢個係柔和擴散嘅風嘴，闊口嘅設計可以溫和咁樣擴散佢嘅風力，同埋佢嘅熱力亦都可以平均分佈喺每一個角落，減少熱傷害，守護理髮師嘅光澤。呢個係捲髮嘅擴散風罩，裏邊嘅手指型設計可以預防你啲頭髮打棘，咁樣又可以深入髮根，令到你有輕盈又蓬鬆嘅捲髮造型。ProStyle 仲做緊超級優惠，快啲嚟我哋官網睇下啦！